就是要用油啊，油是原料嘛，然后加水加碱下去中和它，做皂化的动作。肥皂皂化的关键，林佑安始终离不开锅炉边。那要是肥皂皂化不完全的话，它就会可能品质不稳定啊，或者是说会有很多水分，或是洗起来太涩了。肥皂皂化之后要抽皂碱、阴干、烤箱烘烤再包装，耗时8天才做出一块肥皂。人工搬运、切割、排列，曾经1个月可以烧出10万块肥皂。50年代以洗衣皂跟药皂闻名的老皂行，却因为沐浴乳和新品牌的串起，一度陷入淘汰边缘。这么好的东西，而且这么老的皂厂，东西设备都还在，那这个技术也没有人可以传承。所以真的就是这个担子就搞不稳了，交给你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爷爷的制造技术由姑姑叔叔们一路传承，第3代的林佑安得动脑筋为商品找卖点。给阿宾造型的肥皂串在一起更方便的洗手皂，的确吸引顾客目光。而乌龟造型的浮水皂不只是趣味，更是皂质的比对。因为皂碱它本身是比水还要重，所以一般肥皂它是容易沉到水底。那我们肥皂第一个就是说，像刚刚在煮肥皂的过程，去把那个皂碱的部分把它分离了，所以它皂碱低，第一个比较不容易伤害皮肤，第二个就是它就会产生一种现象，它就是会浮在水面上。假日来参观 DIY 的客人，让老皂厂热闹了起来。观光工厂是个机会，让50年老品牌重新走回市场。中断了10年的事业，由第3代重新再接轨，依旧坚持在一块块肥皂当中，要能看得到良心、实在和诚恳。搞不稳哦，没问题。搞不稳哦，没问题。